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今天呢，我们要到苗栗姜麻园休闲农业区。这些假日呢，很多民众来到这里欣赏宜人的风景，还要品尝特有的生姜餐点。提到了生姜入菜可以去腥提味，但是呢，在客家女神农的老板娘巧思之下，这姜汁撞奶、姜汁饼干，还包括了姜汁麻薯等等，姜味十足的客家风味餐，更是别有风味，大受欢迎。吃饭咧，你好叫我很多人哈。啊，做咩来到还有冇菜吗？谢谢。亲切招呼，笑脸问候。彭丽珍位在苗栗大湖的休闲农场，总是高朋满座，因为她有独家的姜味菜单。大火快炒要来一盘香姜鸡，这姜片比其他餐厅多了2倍，因为这样能去腥味，也更能入味。为了要有姜味十足的客家风味菜，客家食材也少不了。用紫苏代替迷迭香，姜烧鱼就有浓浓的客家味飘香。想说大家的技术都迷迭香都做得很好啊，我想那我就来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紫苏来试出这个本土的这个香味。独一无二的姜味客家料理上桌，每一道都以姜为主题，让到访的游客赞不绝口。只是要让民众能够搭配山居美景，连下午茶都别有风味。其中游客必点的就是这个客家姜汁麻薯。就先把筷子先沾了，吃了以后用剪的，好，它就不会黏了。连吃麻薯都有学问，光是靠姜味料理，1年就有460万元的产值。他说能够成功，自家的姜园真的拉他一把。这个就是姜，所以它是刚生长出来的。当年跟着丈夫务农，只是农产品的价格1年不如1年，所以彭丽珍下定决心要转型。之前的姜，这给人家的刻板印象是非常的辛辣，所以不易接受的这个东西。经过这样子的推动之后，我发现到，大家对这个姜的接受力已经开始慢慢的滋长。不断上课做研发，成功把姜变成休闲农场的主角，这让彭丽珍得到2011年的女神农奖，也得到了2007年10大经典农渔村殊荣，更成为 APEC 农村转型代表团的成员，出国交流。获奖无数，因为彭丽珍成立姜麻园第1家休闲农场，也辅导其他农民转型，同时更带动姜麻园休闲农业区的发展。其实农村妇女，一直都是除了做农务之外，其他的都没有所的增长。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以提升我们的乡村妇女的素质。一步一脚印，彭丽珍靠着客家坚毅精神，从农村妇女蜕变成客家女神农。火辣味浓的老姜入菜去腥提味，入茶添香增色。客家料理在姜麻园上菜，客家女神农不怕苦的坚持，让你我品尝香气四溢的感动时刻。